来继续来看出名的作家李昂。今年71岁，伫面册公开来点名着台北市长蒋万安，予伊一个博爱做使用的方式。这李昂会遮尔啊生气，都是因为伊坐捷运拄着一男两女3个少年人，唔肯来让博爱做。其中2个女生甚至态度真歹，搁甲并白讲。伊爱市长蒋万安出来讲一个博爱做使用的方式。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，互相尊重、体谅、沟通，这就是台北捷运文化的重要成分。我说对不起，你做的是博爱做，结果那个女生居然还呛我说，那个没有道理，说她一定要让我。上面作家李昂上节目讲家己过去拄着经验，讲即卖少年仔不要让博爱做，这谈话嘛才伫咧半当前，即卖伊个拄着啊，规气伫咧面册讲互大家听。李昂一个开场，就甲蒋万安市长请示，特别捷运博爱做市长的看法，伊请少年仔让座，说叫2个查某囡仔一直甲伊并白讲，才起个破文。翻了大概1-2分钟，就很不屑，而且很鄙视的样子。我不是那种没事干的下流老人，那个态度轻蔑到就是真的让我生气，还让我那个高血压发作。李昂讲，家己已经71岁，迄讲上少要坐45分钟的捷运，加上保险到规身躯无爽快，才请少年仔让座。这个情形未来一定会发生。你如果告诉我们说没有必要让座，谁先做谁先赢，那我服了。可是现在你有一个博爱座的机制，我们申诉无门还要被骂，人口老化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问题非常严重啊。北捷也有一句标语啊，叫做 #，也许他有需要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我想彼此尊重、相互体谅、彼此沟通，这是台北捷运文化的重要成分。其实大众文书设立博爱座，早就伫咧几年前就要引起讨论。有人认为博爱座对人容易当坐，某人认为袂当随便占用。我是属于硬撑类型，对自己跟住，然后制造情境说，这个人好像不舒服。因为它上面写得很清楚嘛，说有需要的人，我会主动说可不可以让我坐一下，因为我人不舒服。多数人还是很友善。李昂的破文，有网友留话替少年仔讲话，讲李昂看起来也阁真少年，所以才无互让座。不过某人认为应该好好厘清，莫阁倒直绑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